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定期量血压，了解家己血压的状况是真重要哦。有一个60多岁乡亲，唔知影家己有高血压，佮定定来食补、食烧酒鸡、食姜母鸭等等，结果伫上班的半路啊，急性的心梗塌，是互紧急送病院来做心导管的手术，才救回一命。 伫咧真寒天气，食一碗烧好好的烧酒鸡，互规身躯烧好。进前到一个60多岁查甫人，伫咧真冷的天气食火锅店铺，抢在饮烧啉酒，想到上班时，雄雄轻看爸爸放送病院，检查发现是急性心肌塌掉体，加在经过心导管手术，才把命救回来。我们把血栓抽出来以后，就看得到它很厉害的一个狭窄在这里。医师讲，患者并唔知影家己有高血压，食物件佫无伫咧禁，尤其天气变冷，爱食姜母鸭含烧酒鸡。这种汤头药材会互血管收缩，酒精会互血管紧血，所以对血管壁较歹的三关患者，可以引起心梗塌。药材可能就是让血管可能会收缩。医师提醒三关患者伫咧食电补时，上爱加注意血压的变化，上好莫食伤咸伤油，迄只是卡路里高的食品，才袂食到身体害去。 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